软的。傻瓜，你有异火，自然可以将异火附于玄众之上，可软可硬，变幻如意。 你这个样子，我看你是出不去的。你斗气比我高那么多，当然能知道我从哪里袭击你。对敌之时，你要始终留一些斗气，护住全身。斗气充盈之时，有任何袭击都会干扰你的斗气屏障。 所以无需用耳，无需用眼，无需用身体，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。我想过了，我不会再来了，我不会入你的邪道的。好了，打赢我你就出去，打不赢就留下来。 看好了，玄正池的新招式——雪地飞龙。 清楚了吗？
清楚。田仲旨以立胜招大力臣，但那只是粗浅的境界。这一世需要你把斗气全部灌入，以气御齿，举重若轻。这一世包含了14种打法，斗气混合一火。我胡言在前，火焰在后，心意所至，对手处处皆是空当。处处是空当。看不到你的空档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有杀心，心念一起，对手不过就是块活蹦乱跳的肉。挥刀砍肉很难吗？赛场上那些人也不过就是块肉。这样一想，有什么可怕的？杀心，我可以杀死他们的。可以杀死他们的，可是我就是起不了杀心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就是起不了杀心？想不到我魂灭生竟交出了一个从灯的力量，学不学由你。可你若是输了，你们这些人可就再难有重见天日的一天了。我传的这套指法有一个根本的修行口诀，你听好：要想人不死，得先死个人。什么意思？你不杀人，你的境界就不会提高。只有经历的多了，才会知道从什么角度，用什么力量，才是最快的杀人之道。萧炎，萧
还敢睡觉呢？明天就是最后一场了。今天我把最后一招传你，你就身兼星陨阁和魂殿的高级斗技，100年之内，像你这么幸运的小子就再难见了。明天我们也要打一场吗？当然，如果你输了，你的灵魂就是我的。你的朋友会走出恶人谷，你留下来陪我，留在这里做一个不死的游魂，怎么样？我不想陪你，我只想杀你。为什么？我今天听见我娘叫我了，她一生追随正义，与魂殿为敌，而我却做了魂殿的弟子。我觉得我对不起我娘。何止你娘？5大家族都是傻子。你说说，我这样的功法，天下有谁能及？没有人。当然，能留在这陪我，那是你无上的光荣。我打完明天那场，就不会再来了。大丈夫来去分明，我先跟你说清楚。你想说什么？在这里待久了，迟早会变得跟你一个样。我也许杀不了你，但我至少可以左右我自己的性命。我宁愿自杀，我也不把灵魂卖给你。你为什么那么恨我？就是因为你娘死了？那如果我送你一份大礼，你是不是可以和我和解？让我娘活过来，那有什么难的？非如此不能显示我的手段。娘，你不要走。在家好好听爹的话，好好练功，娘很快就会回来。不行，不许走，不许走！男子汉大丈夫，动不动就哭，像个鼻涕虫。娘，你不要走。好，娘不走。真的不走了？我刚才想，孩子还小，这次去的人都是高手，我情愿他们嘲笑我，我也不想去。太好了，真的不走了吗？真的不走。娘要看着你长大，一天都不要错过。太好了，娘不走了。我们回去了。怎么样？这一生不错吧？喜欢吗？我已经补偿给你了。这是假的，是幻境，差点就被你骗了。究竟哪一种是幻境？是恶人谷被人追杀，前途茫茫，还是幸福的过完一辈子？一切都是幻境。你要喜欢，我可以把你留在那里，福寿两全，官高爵显，不是很好吗？可是那不是真的，那不是真的。
记住，还有1天你就是我的了。来，喝酒。也好，大战之前安稳度过。今天就是最后一场了。是啊，萧兄弟深不可测，连我都看走眼了。记着你的承诺。你知道吗？我在外面有很多朋友，他们喜欢来恶人谷赌赌钱，放松一下。都是些我惹不起的大人物。外面的朋友也是，斗鸡、斗狗、斗蛐蛐，哪有看人自相残杀来的过瘾？每个阶层的人都有不同的玩法。在这里，我一字千金，可是在外面，也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你不杀人，我外面的朋友很不高兴。是吗？打赢就行了，何必下杀手？在恶人谷，你不可以有同情心，这样会坏了我的规矩。恶人谷强者为尊，同情心就像瘟疫，哪怕只有一丝丝，你也会坏了我制定的游戏规则。游戏规则？你的游戏规则就是大家蒙着面，互相砍杀吗？萧兄弟，如果你赢了这场比赛，我就把你的朋友们都送出去。至于你，那就得看你自己了。你想毁约？2个人比赛，总要死一个。我得给我地上的朋友一个交代。真想看一下，你的面具下究竟是一张什么样的脸？赛场上见。输了，活着就不算数。
混账！你为什么不杀了他？不当你的奴隶。你的奴隶有什么不好？我可以让你做魂界的主人，斗气大陆的主人。我被杀了不重要，能打败你，我很高兴。不是魂灭兽，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呀，萧炎，你这个疯子，你杀了你自己，你杀了你自己。是，我的老师说过，人这一辈子最大的心魔就是自己。要战胜别人很容易，要战胜自己却很难。我终于懂了，无论你是叫魂灭圣，还是叫萧炎，都是我这辈子杀的第一个人。把门关上，进来吧。喝粥吗？药老，我一直都在找你。为什么找我啊？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用魂殿的功法了。快关门！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你的命灯，如果它灭了，你就死了。
药老，你怎么会有这么多伤？你知道这里为什么会有飓风吗？这飓风就是你心中的戾气，每次只要我能抵挡一阵，就能把你心中的戾气拔出一丝。现在飓风快过了，说明你悟得很快。我就知道是你在替我受罪。唐山长老说，我邪气已入肺腑，早就应该是个死人了。但是不知道是谁，一直都在替我拔出戾气。我一猜就知道是你，可是我找不到你啊，药老。药老，是我对不起你。这种劫难，每个修行的人都会遇到，但看到你心中还存有善念，我感到很欣慰。为你受这点伤，值得。但是我还是没有熬过去。我现在多半已经死在恶人谷了。哦，死了？可这命灯还没灭呢。魂灭生的最后一招学会了吗？药老，你已经通过魂殿邪恶诱惑的考验，而且本性并没有沉沦。正邪武功，当用则用。药老，我真的已经想过了，我以后不会再用魂殿的功法了。好了，赶快出去吧，废话真多，再不出去啊，你就被人打死了。记住，渡河未半，中流而击。
你的朋友似乎都已经跑了。怎么样？跟我一起出去吧。除了你之外，谁也不愿意走。那些打进前10的人也不愿意走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非要走。当我发现所谓的规矩，所谓的尊严，就是整天被人当作马戏一样的玩耍，我就不再自欺欺人。你以为上面等着你的就是比恶人谷更好的世界吗？别忘了，外面你是天罗地网，你们一旦在斗气大陆露面，就会被抓起来。我萧炎所做之事，不用靠生死来判断对错。你如果再来恶人谷，我特赦你，不用比武也可吃住，免得你再将我这里搞得乌烟瘴气的。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终于出来了。接下来去哪儿啊？你们先回学院，我先去银城。我要把这一切的幕后黑手给抓出来。我们也要跟着去。好了，人太多反而会打草惊蛇。你们先回学院。那之后，就麻烦藤山长老了。怎么了？恭喜你，年纪轻轻的就度过了魔镜天劫。那也是多亏了长老，让您担心了。你见到那个为你拔除戾气的高人了吗？见到了。他跟我说，修行路上最大的敌人，永远都是自己。只要能打败自己的心魔，就算黑暗真的来了，也不用害怕。走吧。好久不见你，我闺女说啊，你准会来这儿的。我心里想，我在这儿碰碰运气吧，没想到真的碰到你了。还好。哎，他最近怎么样？还好吗？哎呀，有我在了，你还担什么心呢？哎，倒是你啊，你来伐马府干什么呀？说来话长，自从炼药师大会结束之后，什么事情都不对劲。我们一回到学院，就被污蔑说是魂殿的走狗。我们还被寒风囚禁了起来，差点就被他杀了。啊？那你们怎么逃出来的？我们在焚天炼气塔底下
找到了一个通道，这才逃了出来。对了，海老，你最近在银场有没有什么发现？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想起了最近的一件怪事。就在前2天啊，一个不留意，我碰上一个在街上巡逻的兵丁，我一碰到他就觉得不对劲儿。哎，你猜怎么着啊？他不是肉做的。不是肉做的，什么意思？我一撞到他就觉得不对劲儿，心里好奇啊，我就把他带回家去了。吓死你爷爷！这个人不吃不喝不睡觉的，还喜欢咬人。对呀，我研究了才发现啊，原来他已经死了很久了，肚子一个洞，里面是空的，看起来是个人，其实只是个会走路的傀儡而已。魂殿的药傀儡，炼制他的人在背后操纵他的，你就是把他浑身骨骼打碎了，趴在地上也能咬人。之前在皇宫也发现过这样的东西，那些宫女、侍卫、太监。什么？海老，之前米长老失踪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查出来了，法码就是背后的黑手，而这些药傀儡应该跟他也脱不了干系。不瞒您说，我今天来就是为了前进法马府，查清这一切。就你这2下子，还是我替你走一趟吧。万一啊，你有个什么好歹，我女儿不撕了我才怪。这怎么行？这么危险的事！哎呀，你真的想谢我，就好好带我闺女，明白吗？哎，我这有个传音号啊，我进去一见到砝码就吹它，你听到声音就马上来找我，听到吗？行，我走了啊，您保重。好吧。来了多少？30。再点一遍。血宗，看来这砝码真的有问题。不是30个人吗？怎么多了一个？啊！厉害，你是斗灵吧？是被血宗的邪术给控制住了。有人进来了，快抓住他！还想打呀？行，我陪你们来啊！就6个斗灵，4个斗王，还真给面子啊！纳兰老头，投降！我投降！给国师请安了。
真聪明啊，能找到这儿来。不过，你的路也走到尽头了。海波东，你一把年纪，不在家养老，跑到这儿掺和什么？嘿嘿嘿，国师啊，我一直很仰慕你的，年轻的时候就想跟你当朋友，没想到老了，终于等到机会了。都说兵皇海波东傲视天下，那得看对谁了。我这个人啊，最喜欢见人下菜碟了。好，既然如此，你选一下吧。你是想活着做傀儡，还是死了做傀儡？国师，你老人家这句话我听得不是很懂，有点深奥啊。我要亲自把你练成药傀儡，你应该感到荣幸。国师啊，这件事情真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是我家闺女喜欢上一个臭小子，她非要我帮她。哎呀，国师你就大发慈悲，别跟我一般见识行不行？你说的那小子是不是萧炎？告诉我，他在哪儿？这，我可不能告诉你啊！万一告诉你了，我女儿回家又要闹了。国师啊，我身上有一个家传的宝贝想献给您，您看您放过我行不行？什么？我找找啊，带了，真的带了。等会儿啊，带了。区一个国师，我还治不了你呀！海老，偷袭胜之不武啊！你不武就不武，我又不是什么英雄，我能杀你一回，就能杀你第二回。丧礼我没去，没想到最后还是要送你一程。以后逢年过节我给你烧纸。不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见鬼了，怎么会有2个砝码呢？哎，难道是假的吗？但看他的斗气修为，不像是装的。这又是你！聪明，能找到这儿来。不过，你的路也到头了。动手吧，让我看场好戏。哎呦，算了，我还是当俘虏吧，一直打会累死。哎，国师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身上还带着几块取自于千年魔兽的极品魔晶，另外我还有一张斗地大墓的地图啊，我通通献给您。国师，我的药傀儡很多，
斗皇却没几个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亲自动手。你这个变态！你话太多了。变坏！传音号，你外头还有人？不。海老，刚才外面那个是谁？为什么会有2个你？外面那些都是我，也都不是我。萧炎，我正要去找你，你就送上门来了。李登山呢？他怎么没有跟你一起来？登山长老好得很，放心吧，他会去找你的。好啊，我等着。只不过，我现在就要把你练成药傀儡了。你说，你是活着做呢，还是死了做呢？都活这么大，一把岁数了，还这么不稳重。你就不一样，小年纪，胆子倒挺大。国师，我不仅胆子大，我还特别好学。你看，我都快死了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你这药傀儡到底是怎么做的？这里面学问大得很，有的是开膛把里面的东西掏出来，有的是可以不动外形，只是让活人失去意识。你想做哪一种？这么厉害啊！怪不得说药傀儡是魂殿秘传，是斗气大陆最恐怖的东西。不行，我得留住你一条命，也许将来还有用。哦，对，还有一种做法。在这儿开道口子，把内脏掏出来，填上特制的药物。7日之后，你就可以变成不生不死的药傀儡。不行，这种做法我得留给你。至于你嘛，不疼吧？其实就是把你的神识慢慢的封住，就像睡了一样，醒了就是另外一段人生了。国师，我还有一个想知道的，可不可以满足我？你那个
可以分身的功法又是什么？这是魂殿的离魂术。可是你有影子，你还有呼吸，那不是魂。你就会觉得像是泡在热水里。睡吧，睡吧。国师，国师，你得告诉我呀！这是离魂术的第3重境界，就是让中脉的斗气注入到神识当中，你就可以化身千万，说话走路，在常人眼里就跟真的一样。哪里的斗气？中脉的斗气。国师。国爷，你这本事太大了，你能不能教给我？哎呦，海老，咱们还是赶紧想逃出去的方法吧。我原本以为我姑娘太傻了会看上你，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她是像她娘，眼光毒。哎呀，你们别开玩笑了，您等我一下，我现在想办法。药老，你是要问击败砝码的方法吗？是，外面药傀儡太多了，我和海老根本打不完，必须得击败砝码的本尊。他的本尊我知道在哪儿，可你去不了。怎么说？他在魂殿的祭坛里。那个制作药傀儡的房间，地下有个黑铁的阴阳鱼，那就是砝码用来穿梭魂殿祭坛的通道。你如果想击败他，就要利用离魂术进入魂殿。至于能不能出来，就要看你自己了。魂殿里面是什么样子的，您知道吗？我从那儿逃出来，怎么会不知道？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见过这么诡异的地方。在那里，没有时间，没有生死，有的只是无尽的痛苦。我看你还是别去了吧。祭坛在哪儿？有办法了啊！海老，麻烦您帮我护法，我要去消灭砝码的本尊。保护谁呀？我消灭谁呀？砝码的本尊。这是。魂殿祭坛外面有一片海底阴火的巨大屏障，你用古灵冷火护住身体，用最快的速度穿过屏障。一旦斗气无法催动异火，阴火会把你烧得魂飞魄散。
魂殿外面是一片盛开的彼岸花，这彼岸花是制作药傀儡的原料。你行走的时候，千万要小心花刺上的剧毒。船舱里就是魂灭生的祭坛，它比你这辈子做的所有的噩梦都还要来得恐怖。姑爷！哎呀，你快点回来啊！哎呀，你这个玄重尺我也不会用，一直闪的。哎呦！还真来了！哎呦，姑爷，帮你护法还真难呢。出去你要请我喝酒了你。又来，冰皇不发威，把我当冰块了。
当你看到我的名字的时候，就表示你走对了。那里摆着魂灭生所有的收藏品，在魂殿之战中战死的英雄，都被囚禁在那儿。有的神识已灭，有的开始变邪恶，只有极少数人，不，只有我逃了出来。有几句话，你听我说完。你这个叛徒，你说什么我都不会信。多年之前，我就应该死了，但是我被魂灭生抓起来了，他把我关在这儿，用魂殿的邪术，夜以继日地折磨我，逼我用傀儡术造出无数个化身，扰乱，盗窃大龙。你明知这样做的后果，可你还是帮了他。魂殿的祭坛一片虚无，我被锁在这儿，连求死都不能，只能独自面对这无尽的黑暗，听着冤魂们凄厉的呼号，直到最后一点神识都错没在这虚空里。但这需要多长时间？10年、100年，甚至10000年。你害怕了？当邪恶真正降临到我身上，我只有屈服。还好你来了，本来我想让你救我，但现在我只求一死。用你手上的骨灵冷火，把我这个罪人烧成灰烬吧。来吧，这一天我等很久了。来啊，我求你了。